嘉义的基德国小头德分校因为小囝怀影响，自2022年的时阵呢，已经正式来停办。经过2年的时间，嘉义县政府整合相关资源，成功把这间放伫咧远的学校转型做公共托育家园，未来要替在地少年爸母提供照顾囡仔的服务。全新的设备甲环境，佮有专业的幼儿教育人员，这原本是嘉义县基德国小已经废校的头德分校。透过引进亲像监视器监控幼儿心理状况的这设备，佮有专业人员进驻，要来服务少年爸母提供托育服务。那如果没有从幼儿时期开始的话，那我们的青年朋友的话，他可能会为了就业，那孩子就移到外面去了，孩子也顺便带走了，那少子化的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哈。嘉义县伊地乡的基德国小头德分校，2022年就正式停止招生，即卖内底一寡空间嘛提供予消防队暂时使用。嘉义县教育处社会局甲伊德国小合作，提出计划向中央争取补助，互这间坑咧用的废校会当活化，摕来做公共托育家园。咱地方非常的欢喜，嘛非常欢迎啦，因为会当将这个会校再利用包括我们以后将来的长照也会到这边来做一个上课。这个公托家园今仔启用，暗算会当收12个出世到2岁细汉囡仔，目前内面已经有5个。嘉义县社会局表示，伊地乡唔但是偏乡，阁是嘉义县高龄化人口前3名的乡镇，社会福利资源过去较侪拢是伫长照方面，希望透过新的公共托育来服务少年爸母，改变在地人口流失的情形。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